各位好，歡迎收睇第9期一周時局的啟示。我係 Leo，你嘅獨立財務顧問。首先，例牌嘅免責聲明，本節目所有內容純屬資訊分享，唔係投資建議，亦唔係邀請你買賣任何產品。投資有風險，入市前請先諮詢你嘅專業顧問。好，入正題。今個星期由6月29號到7月4號，市場有3件大事值得我哋認真思考。第一件事，美國6月非農就業數據大幅遜預期，降息預期重現。周五公佈嘅數字係幾震撼，新增就業人數只得57,000人，市場預期係15萬，差距係幾乎3倍。加上前2個月數據被下收，清楚顯示美國勞動市場正在降溫。消息一出，短期國債即時急升，黃金跳升至4138美元，美元對主要貨幣普跌。市場嘅解讀係聯儲局唔會再加息，降息預期重新升溫。不過有一件事值得大家留意，特朗普同佢嘅盟友正積極探索罷免聯儲局理事嘅法律途徑，包括庫克同鮑威爾，目的係為自己提名嘅人騰出席位。聯儲局嘅獨立性正面臨前所未有嘅政治壓力，利率走向嘅不確定性比以往更高。第二件事，科技股分化加劇， AI 泡沫隱憂越來越難忽視。特斯拉今個季度全球交付量達48萬輛，同比升 25%， 遠超預期。中國市場亦升 24%， 靚到不得了，但係股價卻創近1年最大單日跌幅。市場嘅邏輯係靚業績早已反映喺高估值入面，任何不及預期嘅地方都會被放大。更重要係比亞迪今季以55萬輛全電動車銷量重奪全球第一，特斯拉嘅王者地位正式受到挑戰。半導體方面，費城半導體指數連續2日大跌，美光科技重挫逾 5%。知名投資人 Michael Burry 披露做空美光。 Meta 行政總裁扎克伯格亦坦承，過去4個月 AI 智能體開發未達預期。科技巨頭2026年 AI 資本開支計劃高達7000億美元，但整個 AI 產業去年收入唔足500億。呢個投入與產出嘅嚴重失衡，係本週我嘅應對嘅重要背景。第三件事，香港資本市場逆勢創新高。香港證監會數據顯示，2025年香港管理資產規模再創新高，資金淨流入激增近2倍。普華永道預計2026年香港 IPO 融資額將達3800億港元，增長勢頭可能延續至2027年。當然，市場亦有風險。美國司法部正在調查海立國際涉嫌內幕交易案，事件涉及今年5月中國打壓跨境券商前，有人透過期權獲利逾1億美元，令海立損失超過7000萬美元，揭示跨境資訊不對稱嘅潛在風險。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逝世，中東局勢嘅走向值得持續關注。最後講下今週我睇咗一段好有啟發性嘅視頻後嘅啟示，先同大家介紹一道值得認真聆聽嘅聲音。GMO 聯合創辦人 Jeremy Grantham， 江湖人稱泡沫獵人，曾經成功預測2000年科網泡沫同2008年金融海嘯。佢最新嘅警告係美股正處於超級泡沫，3個估值指標齊亮紅燈。第一，殖利本益比 CAPEX 目前約38倍，歷史上只有2000年科網泡沫嘅44倍比佢高。第二，巴菲特指標，即係股市總市值除以 GDP， 現在超過200%，歷史均值只係80%，即係貴咗超過1倍。第三，過去100年出現過34次兩個標準差嘅偏離，每次最終都回歸趨勢線，命中率100%。Grantham 特別警告 AI 係泡中之泡，科技巨頭明年 AI 資本開支計劃達7000億，但整個 AI 產業收入唔足500億。佢話 AI 最終會由競爭護城河變成入場費，唔能夠持續提升利潤率。佢嘅配置建議係非美股市場、新興市場、歐洲、日本佔60%，黃金白銀5至10%，其餘係債券同現金。強烈唔建議重倉標普500。不過坦白講 Grantham 方向正確，但時機偏早。2022年佢預測美股跌50%，結果只跌25%。之後因 AI 大反彈，若當時清倉會錯過2023年升26%同2024年升25%。所以我唔會即刻清倉，而係逐步調整配置，增加全球分散度，保留充足現金，以守為攻，靜待均值回歸嘅機會。正如 Grantham 所講，好公司喺錯誤嘅價格買入，依然係災難性嘅投資。如果中意我呢類短片嘅話，就俾個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 subscribe，下次就唔會錯過新出嘅一周時局啟示。我係 Leo，下周再見。